去成為一個演員，你喺過程入邊你要去認識自己嘅身體，甚至乎去開放自己身體嘅可能性。為醫生呢個課程嗰邊嘅課程啦，咁我哋會透過好多嘅身體嘅練習啦，或者一啲遊戲啦，譬如頭先我哋有玩一個拋波嘅遊戲，其實就係某種程度上你要放鬆自己一啲日常生活入邊大腦俾自己嘅限制，俾你自己最直覺嗰部分去走出嚟，俾你去發掘到你嘅唔同嘅面向。其中一個練習叫做係一啲感官嘅練習啦。咁我哋平時生活咧好少留意我哋點樣運用咁我哋就係出去一個同我哋嘅課堂好唔同嘅地方去感受一下某一啲感官冇咗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點樣去發揮其他感官嘅一啲超人嘅功能。咁我哋同時亦都會做一啲即興嘅練習嘅。我覺得喺即興練習裏面，我哋都可以好好咁樣去揾翻其實即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甚至乎喺過程裏面，有時我哋啲同學可能都會諗翻一啲自己過去以前發生過嘅經歷啊，點樣影響緊佢嘅表現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好有趣嘅 moment。咁喺成個課程結束嘅時候咧，我哋覺得最有效嘅學習就係實踐啦，所以我哋最尾一個實習演出，同學們啦就會擔任演員啦，同時佢亦都可以去擔任後台管理啊、舞台嘅設置啊。我哋希望成班人一齊眾志成城去完成呢個演出，亦都希望學員喺實踐入邊可以去感受到一個演出係點樣誕生嘅。